行政長官崔世安下晝繼續落區到智障人士嘅社會服務機構探訪，機構負責人向行政長官反映，現時社會企業同社會服務所面對嘅土地同人力資源等問題。崔世安話：政府會協助民間社福團體照顧智障人士。行政長官崔世安由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社工局局長容光耀同埋副局長黃燕梅陪同之下，一齊到快智基社屋快富樓入邊嘅兩個社會服務機構盈樂居同埋康盈中心視察，其後舉行座談會，兩個機構分別向智障人士提供住宿同埋日間康復中心等服務。座談會上面，兩個機構嘅負責人主要向行政長官反映，而家社會企業同埋社會服務面對嘅土地資源、租金貴同埋人力資源等方面嘅問題。希望能夠攞我哋能夠付得起啦嘅租金，可以能夠租到地方，可以幫我哋解決咗一個生存嘅問題。喺專業人士上邊啊，譬如社會服務咧越嚟越走向專業化譬如話社工啦或者特殊教育啦，尤其是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呢啲而家社會服務都係好需要嘅。亦都有人反映智障人士同埋家長都要面對老齡化嘅問題。崔世安回應嘅時候肯定社會服務嘅作用，並且聽到業界實質嘅訴求，特別係人力同埋土地資源嘅問題。佢認為政府係責無旁貸，應該承擔責任，協助民間社福團體照顧智障人士。特區政府咧喺我哋嘅能力範圍內一定係擺喺呢個施政嘅重點咧，去照顧到我哋需要照顧嘅人。呢啲係政府嘅責任。社會工作局局長容光耀透露，未來3年局方會推出一個比較完善嘅計劃，協助社會服務機構同埋家長照顧殘疾人士。公屋嘅陸續落成咧，喺今後3年咧，分別都會有10間專係為到殘疾人士而設嘅一啲嘅康復設施，咁就可以俾到殘疾人士咧得到更多元化嗰啲嘅院舍探索展覽及家長一啲資源一個服務。對於業界所面對嘅人力資源問題，容光耀話：而家教青局有向有意就讀治療師專業嘅學生提供助學金，希望佢哋到外地學習相關嘅專業知識之後，返嚟澳門服務。澳門電視台記者陳麗文報道。